final 終極決賽。係啦，留意下起步啦，一起步。哇，羅新基斯好似起得比較快一啲啊。係啊，羅新基斯蔡恩斯起得好慢啊，蔡恩斯又起得好慢啊。蔡恩斯好差，蔡恩斯應該咁跌咗嚟，起碼第10位啊。係啦，而家就大家咧殺東方灣就喺度比較高速同關鍵嘅彎角啦。咁啊嗱，達哥斯達已經係想反擊㗎啦，想過翻呢個羅新基斯㗎。兩部車而家好近啊，根本係。係啊，大家拍住入啊！好，冇問題，好順利啊，尚算順利啊，第一個彎。睇下先啦，達哥斯達壓翻個位喎。喂，佢林恩亦都喺外線啊，企圖啊想啊殺上嚟嘅，結果都係達哥斯達個位好啲啊。冇錯，達哥斯達咧係仍然保持。係啦，所以暫時呢個圈咧，咁啊，羅新基斯咧未必能夠威脅到呢個達哥斯達㗎。咁啊，兩架車咧相距咧就係0.68秒左右嘅時間㗎。咁啊，達哥斯達咁仍然啊守翻住自己嘅位置啊。咁啊，至於嗱，但係呢刻咧就入翻 pit 啦。換句話講，呢個賽事咧即刻開始嘅，繼續進行呢個比賽啦。咁啊，距離拉近咗，所以變咗咧，一陣間去到東方灣同葡京灣咧，將會有一番龍爭虎鬥㗎啦。係啊，冇錯啦。咁啊，究竟達哥斯達能唔能夠仍然保持呢個領先嘅優勢咧？我哋拭目以待啊！哇，羅新基斯施予好大壓力俾呢個達哥斯達啦，跟到好近啊！係啦，佢嗱，有機會採取行動啦，係啦，冇錯，進行採取行動添啊！哇，兩個車已經拍住入啦。似乎羅新基斯有機會，但係個位食得好啊，個位食得好好啊！所以暫時都係維持咧，佢又追唔到佢，佢又威脅唔到佢，咁啊變咗咧幾個車手咧都係咁樣咧，相信會咁樣帶咗翻嚟都未定㗎喎。啊，呢個達哥斯達、羅新斯基、啊林恩、韋亞連呢幾個車手啊，拿舒啊，咁啊呢個就係頭嗰5位車手啊嗰個形勢啦。我哋睇到啦，嗰個距離咧，佢又追佢唔到，佢又未必追到佢，咁啊5個嗱，你睇下嗱，真係大家相隔係相約嘅啫啊！其實呢一種情況咧，今年嘅三國車隊咧，咁啊除咗佐藤嘅無可冠軍之外，其他咧比較好嘅成績咧，就試過喺05年啊，就波蘭車手古碧加就攞過亞軍㗎。咁而去年呢，亦都係憑住巴西車手拿斯亞咧，亦都幫佢攞過個亞軍。咁啊，今次咧達哥斯達有冇機會為佢哋呢支車隊咧又爭取翻一個久違咗好耐嘅澳門格蘭披治大賽嘅3級方程式嘅冠軍啦？冇錯啊！咁其實達哥斯達咧喺呢個即係正式嘅呢個比賽咧，係比佢喺選拔賽嗰陣時咧係更加快嘅，亦都2分13.507咧，呢個時間咧係相當之快啦。因為咧喺尋日啊，曾加迪拿所做嘅時間咧，佢都係2分13，不過曾加迪拿做嘅時間咧就2分13.3718，咁所以378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其實而家咧因為1秒鐘嘅時間咧，其實喺賽車場特別喺呢個澳門嘅東望洋跑道咧，係一個相當嘅距離嚟㗎。呢度都追唔緊啦，始終。3咁啊又贏到冠軍，跟住跑呢個 GT 杯又贏到冠軍。係啊。好啦，賽會都出咗今次賽事嘅成績啦，咁啊冠軍就係葡萄牙車手達哥斯達，亞軍就係羅新基斯。季軍就係林恩，咁啊第4位就係韋亞連，第5咧就係拿斯亞，第6咧就係迪蘭尼，第7咧就係蔡恩斯，而第8咧就係馬些路，第9咧就係迪加利，第10咧就係布蘭，11咧就係艾力神，第12咧就係阿比切，第13咧就係高積斯，第14咧就係山內英輝，15咧就係森斯，16咧就係積快爾嘅。17就係布隆基斯，18就係基拔，19咧就係梅拿，20咧就係塞拉尼斯，21咧就係中山同一，22咧就係洛達，23咧就係施華，24咧就係雲迪拿嘅。